大家好，我係美津。我開始學廣東話6個月啦。其實呢排有時候都冇乜動力，仲有我而家都冇再用教科書嚟溫書。但係我每日都會聽廣東話電台啦，睇自己鍾意嘅片啦，仲有每個禮拜上一堂網上課。有時我都會覺得好討厭自己咁冇動力，但係再諗深一啲，其實我以前從來冇試過每日都咁認真學另一種語言，可以堅持到6個月已經係第一次啦。我覺得自己可以咁堅持落去，多得香港人嘅善意。每次我同香港人講我學緊廣東話，好多香港人都會話多謝你學廣東話。聽到嗰句，我真係好感動，覺得呢句説話好靚，所以我都希望以後有人話學緊日文，我都會講多謝你學日文。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會同我講慢慢學啦，唔使心急，所以我都想放鬆心情，將久久慢慢咁樣學落去。之後我想同大家咩啊？點講呢？之後我想同大家分享多啲關於自己同埋學廣東話嘅嘢。如果覺得好，可以支持下，記得睇啊！係咁先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我都會覺得好